本来2天的活要拍4天了。舞台布置的非常漂亮，就是老天爷不太赏脸。这种大风大浪的天，竟然还有人在玩皮划艇，雨又大起来了，这个桌子上全部都湿了。不过有些人就是喜欢玩刺激的，这个人是真的不怕杜苏芮啊，事在人为啊！给大家看看我们如何对抗台风。大家看看这个雨有多大，这个导演都要骂人了。遇到这种天气根本就没办法，我现在站在这个船上都有感觉要晕船，这个船一直在晃，晃得非常厉害。马上叫人来拖地，师傅说这个船里如果全是水的话，木头都要坏掉。如果不尽快处理啊，这个水渗到木头下面，那么等几周之后一干，这个木头都要翘起来，船就没办法用了。主要是央视档期紧，虽然天气恶劣，但是也要完成拍摄。船上雨实在太大了，我们实在没办法，现在先回到酒店休息。现在跟着导演组先来这个酒店的茶室喝下午茶休息。好的好的，谢谢谢谢。好的，那我现在去船上了。好好好。镜子不是因为怀了孕生完小孩之后这个肚子这儿变大了嘛，之前10几件旗袍全部都穿不进去了，所以这次来演出啊是央视帮我们借的旗袍，就是那件白色的，昨天大家应该看到了吧。但是你们知道多少钱吗？刚刚导演过来跟我说，你们要当心点，千万不要弄坏。后来我把下面的牌牌撩起来一看，12800。当心点啊，镜子，走路千万不能蹭倒，不能被那种勾坏边。我们之前自己那么多旗袍，加起来都没有超过5000块，好像当时是自己去南环桥批发市场买的那个布料，然后找人去做的，一件才300-400。镜子最贵的一件旗袍就是结婚时候穿的那个红色的，只穿过1次，婚纱城里定做的，也才4500。这个1万多的太夸张了，也算开眼界了。后台在彩排，要对一下台词。现在等着装麦，雨停了，又能开拍了。主要这个船还得开起来，不然刚刚那么大的雨开到湖中间就完蛋。雨停了，这个景色确实不错。开拍开拍，要忙到深夜了。Later， 朋友们，回到家了，我真的累瘫了。那个长衫啊，里面还有衬的穿在身上。我一天喝6瓶水都不用去上厕所，水全部都出汗出掉了，非常的累。外婆也很累，镜子也很累。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个纪录片的拍摄，回到家里了。金窝银窝不如自己家的小床啊。那么具体的内容过多我也不能剧透，到时候央视反正几个频道都会放的。海个朋友們，我要困覺，等到這位。